呀，各位聽眾，歡迎嚟到嚟收聽別人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只老早呢，特季節咧都無想要慶祝，無想物件想到咱嘅20周年紀念誒做老早。但係 I think 唔知有 live，hopefully 有 live 啊。但係按照好你看咧 live 啊，等我去別人福建，唔是按照去 live 啊。live dot 變成 youtube.com/變成福建嚇，變成福建，我快去掉，哎呦哈OK 來啊，我出啦，我記下 copy share link copy แล้ว放到啲 clubhouse 互人看啊，是講啦，去看啦，使去入邊看，其實最重要嘅就是冇特別，我下禮拜錄音，所以係講平常嘅 discussion 話題，人是下禮拜講，就這禮拜咧就到底要插入去人嘅平常嘅節目呢，那是如果咩問題，你可以使來問，咱可能係 clubhouse 嘅朋友是點，clubhouse 嘅朋友有阿龍啦，歡迎阿龍就係講話，阿龍啥是別講話，阿龍 ，hello 歡迎。Hello， 你有個今日無正頭無 set 頭冇下今日是冇錄音6月14號嘛？禮拜是14號，唔是禮拜哦，咱唔是禮拜錄音啊，咱是唔是我而啲咁講嘅嚇，你我叫你看。我頭一個我報了嚇，你頭一個是唱歌，頭一個唱14號嘅啦，你是講。14號就已 confirm 了，係啦，一般我幾個數本下。哦，伊接去講，伊接去講。OK，今仔日是31號還是1號？31號。亞洲同意31號。31號對 ，then 31號咩對？31號咩 ？OK，了人是，所以唔是禮拜六錄音，佢嘅14號是6月4號是啦。6月14號是咱錄音嚇，禮拜幾日咱錄音，แล้วก็人個有禮拜幾後錄音，人個歡呼人，你看 clubhouse 咧一人那是會即禮拜特別嘅節目咧是會甲人講，就是講你有問題咧，買梅咧買單蝦米物件變咗福建咧已經start買啊，等人去看。讓特啲網頁嘅，那是講你去自備等陣啊，即比較細嘅。即個網頁位你去看，人嘅網頁 website 是一邊位看，伊 already start 備單了，138塊一人，參 buffet，拜6名 buffet，即個12號嘅 buffet。個參頭50個人買單呢，有通去即個錄音，特別拜個嘅錄音。這邊是拜個錄音特別呢，因為讓往嘅所在有限，所以未夠得人來，所以我限定是50人，頭50人愛來呢，攏特別去嗰邊買單。哇，豆哥來啊，豆哥！哦，豆哥都車而已，豆哥。Hello。Oh my god！ 阿爸已經出了。OK， 歡迎。四字啊。冇問題。實定到，但麥當勞上到車啊，知道。阿爸已經出了。你人那是阿妹買單嘅人，有興趣買單嘅人，當今開市啊，所以會使去買。我人是接到10月1號就砍了。所以點車是個有個啦，特別那是你人會稍微去拜個特別嘅錄音呢，因為有限嘅所在呢，所以那是講你要去嗰邊有限嘅所在，要去你有錄音，唔講會接一個人嘅位，你人都要較早買單，往時看一名先接來頭50個都有通去錄音。แล้ว當今日要幫佢看啦，我係咪問題哦？那是讓愛再講係咪嘅冇清楚啊？愛到 hotel 係咪我使甲人講 hotel 這本啊嚇，個定義是。So hotel 冇嘅缺咗嗬。
hotel 冇 code，特別 hotel 要看，你話要出，咁樣講你 instruction 安怎係啦？先講你要去 hotel，你要 book hotel 係啊，你去 website 會 penanghokkien.com/20，我應該辦啦先啊 penanghokkien.com/20，他媽看我係寫出來先啊，我 try 看我會出一個字，互人看，到底一邊嘅會寫喺 website，互人 penanghokkien.com/20 แล้วอันจะ add ตัวที่จริงว่าให้ add background จะสิให้ edit background ให้อังสิโล the gradient 哎呦สิให้ของอังสิโอเคความลัง快เดี๋ยว add โอเคตัวที่เป็นไง哎呀有สิเท่าเป็นตัวเนี่ยthe left, on the left 做 editing 啊，哇哦！啦，對，我很線條 ，OK， 線條做 add graphics 人 color，OK， 等陣 color 人係紅色、紅色、紅色 ，OK， 等伊位不夠淺吼，等陣佢位係較淺嘅位，人較容易看到。然後save 係開 OK 看到哈，penanghokkien.com 幫要到edit penanghokkien.com/20，แล้ว你對看到個咧消息了個再講安怎買單啦，其他就買單，安怎奇確個了，讓我使佢面看。OK，แล้ว當晚會講咩 hotel，OK，hotel 就是講當晚你每晚嘛即係個導嘅每晚 hotel 有 code 哦 ，actually hotel 當然是冇 code，特別伊只用掉你 email 去到會解講，所以你去你 scroll 落去一啲位，你去看accommodation hotel accommodation Citadines 位，Citadines 位。計啲，我同你講，成家是有真係有成家是5你冇成 pronunciation 啦，我每個人。你問 hotel 人啦，因包好多就是我同你講，人正名都是 Citadines，伊人講 Citadines，特別Penang人 pronounce 個咧冇像，so 我對 Penang人講嘅，帶 family hello 帶感謝，帶真係 support 咗謝啊！但係我希望你會來咯，我唔知你未見，我一定都未買單個嗬，希望我會拄到你咯，帶有個家電好啊，阿車歡迎，這是冇白，對 start 啦，我哋個 start。所以當今冇 join 咩？冇白，我先講問我呀，咪 join。哦，冇。OK， 來，當即係即係網頁有一個 hotel 咧，你要去看伊 room rate 咧，好啦，使去整 special hotel 去看 room rate。伊 room rate 個人講要搬進內嚟無相嘅building， 所以要攞緊啦，伊 main 嘅呢，伊哋到底人做樓主會錄音嘅位，加人食親請嘅位，加了是哇 Alvin 感謝你，Alvin 是 web designer 嚟你睇哦，伊講 very nice page design 感謝，哎呦你真係看 key 我咯，特別我拜 Alvin 嘅時候 ，Alvin 話個細漢今年10幾歲呢，我是啦，馬家幾點加咩啊 ？Ben 有咩名啊？我冇咩記你是講海參啊？海參啊！我你海參啦，特別一個伊朋友一個名嚇 Nick ，OK 啊！哎呦 ，OK 歡迎 ，OK， 所以到底正網頁位 block A กับ block B 有喏，其實人食 dinner 嘅時，本是到底下邊嘅位食做咧錄音嘅時，本是到底下邊，所以若是講เรา有興趣要去來講下，人去迄個Ben me and Nick， OK， 這是
當你大漢啊，แล้วOK，so 你去下邊內 building 嗰時到啲 block A，所以你會記，但是講你愛較玩較方便，你去 block A，但是你無插嚟講 block A、block B 唔要緊嘅，你到前菜經都愛到一個，伊個我可能講一部好啦。你 book hotel 啦，特別咯，I book 得一邊 hotel 成個頭嘅講，因係講俾大Citadines Express 嚟講，因為 K 唔講冇嗰陣遠嘅，會使大邊門。特別我可能講，若是講你愛大較爽幾粒，若是你budget，你會使大伊 hotel 做咩事啊？伊 hotel 嘅 rate 啊 ，even though 若是你到啲一邊會 book 嚇，你 book through 樣 hotel 啦，我可能 show 你按照 book，伊嘅冇想嘅位就是你到。email 去 book 嘅伊呢 directly through 邊咧學嘅呢 discount code 咧，伊人係學你check in 自己學你，so 你免成學你，แล้ว如果會使 refund 3日整，就是講你哎呦別來，你3日整，你甲樣講你別來，你被 cancel 幫，伊平你嚟嘅了 full refund 嘅。So 特別呢 ，I mean 尤其是你嚟講會起來，嗰成個玩嘅講條，我暫時私人美金都冇開落啊嘛，所以我看唔知把呢個起到對嘅時候，我看一啲咯。阿 John， 嚇，你美金攞啊，唔到時你點解馬來西亞用嘅點先嘛是用價鬆鬆。就是講老啊冇呢爽嘛，所以我特別。哎呦乜啊！你做人馬來西亞人係冇。冇，那是講一啲老教我未打鼾咧，我未必就較早學，特別那是你買較早學類咧，你 check in 時間使學類，所以但面數你免做 refund，那是講你未來講你使 cancel。我 of course 啦，那是真嘅事，我 confirm 佢啊嘛。所以我 of course 我是pay in full 咯。你愛本會使啦，特別你買本你去到 check in 時學本 OK。伊是 guarantee 嘅，所以我可能做 show 咯，做 book room 嘅時候，我講人講一 detail，但當然都對佢開 hotel rate 啦嚇。當那是除掉即係價錢啊，你看你 ball 呢邊studio executive balcony，studio executive 就是我睡喺一間學我買佢知道 studio executive 嘅，伊是332塊64 net，啊是300空白 plus。伊尋一個 breakfast，那是攏愛嘅 breakfast，我係使佢講。阿咪迄啲是講無關就係特別嘅，只是尋 breakfast 嘛，你咪是去有效果就嗰邊。然後伊個價錢嗬，你看伊整300空白價錢，還是360倍，即 list 嘅咧價錢。伊價錢是你若是我除掉迄個成個 discount 咧，為什麼咧？Agoda 咪物件嗬，你會使學你價錢，特別迄個價錢是 already non-refundable 嘅。So 你學咧，伊價錢就是定掉啊。even though 伊價錢差唔多上，伊無太平。特別係你不改 hotel 啦，你嚟說講風險 emergency 備起來講，你3日整就要計講啦。3日整計講嚟講，伊你都免學你就 cancel 起嚟啊。肯定嘅教你按照播。แล้ว OK，block B 呢，伊個房間 option 有無上嘅，所以。伊到啲，你識講你要睡咧 studio deluxe 還是 deluxe room double two bedroom deluxe loft 咧，係你特別 keep block B 段，係講你愛睡特別嘅咯。所以這是內 hotel 嘅房啦。hotel 我 already book out，我係 hotel。我大是3名，我大拜5 check in。哎呀，臭尾好嚟啊！臭尾好冇 book 啊，頂！臭尾好 book 啊，嗬。係啊，我 book 了，我當然 book 了，我飛機票 book 了，房間 book 了，單條時間去。我解歡喜，我真歡喜。所以這就是我新加坡嘅人都 book 啊，嚇，我問等小姑 OK。當邊啲嘅人啊，個未買票嘅嚇。Hello，我頭先嚟啲 OK。我哋自己 OK。我第二個 OK。哇！樣咁樣搶我特別成個特別香浪有之類。我成個新加坡人驚輸啦，不如。No，我冇上關。伊比我較驚輸，伊第一名。伊個照三時，我定啲嘅 email 可能講有隻落葉時，我同人講嘛落可能猜佢就是第一名，伊家己講出來啊！第一名是照曬，我同人講我只 share 出去到啲，我先 share 到啲你 WhatsApp group 先 ，before 我 email 出去，我俾人 check 看伊
process 未都係 process OK 哦，係咪咪嘅冇明白嘅。So 一隻很閃俾一同你講 message 話未？我其實咧，嚇，我應該是我頭一個，啊邊個我係打算英國那邊報到，所以我快變咗嘛。哦，我三萬 K。所以我問到I see。option 冇，我問到。掉路未話？我本是 reload 你 OK，我本是 reload 你。輸啊就是輸啦，輸啊，你要借嘅把要背啊。因為我打算過啦，因為我冇做工啊嘛，所以我打算過喎。我係對那邊是冇關阿做嘅，我冇。我係呢 load 呢這裏嚇。所以我冇咗就是你冇啲咁打算過嘅，就會咗麻煩。我就問到我 any other option 冇。OK， 所以這係好嘅問題，因為我 any other option 會考慮，我可能 show 到人家 actually 冇當今嚟，所以到馬來西亞呢是第一方面呢，就是打算過學話咯。誒，打算過我感覺是第一方面呢，對我冇別嚟辦法啊嘛，即係咁樣 go through 我打算過學。แล้ว我可能 show 落人家學，可能 go through reform 嘅事。但係會話當見面講咩？會話講I already changed my travel date and my society event date just to join Penang Hokkien event cannot miss 耶！跌掉啦20年喎。แล้ว等陣一個 follow up but I haven't bought my tickets yet 對。你問成個你都大牌啊！你過一個10人都到吞嚟 ，OK？可以夾班顧住你，無考聽嘅。可以嘅咧，看住就你電你講，看住就線可以掂落去樓卡係聽。所以我那是會I mean of course 我要緊嘅是 dinner 啦，咱 dinner 咱嚟做只人留作嚟講，咱嘛是真正歡喜咯，咱到後面傾照。แล้วรู้ว่าแกจะว่าเดี๋ยวตีเชิง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ซ่าไว้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ซ่าเหรอถึงตอนจะเชิง M อ่ะตอนนี้มันจะสิปุ๋ยเหรออันจะเชิงว่าเชิง M 咁覺得จะอ่านนะเขาเนี่ยว่าเชิงก่อน是多掉沙即係幾排啦。冇我正係 dryer 嘅時候未必叫追啊是啦，就掉事咯，叫注意咯。喂拎就冇只眼喎，未必話拎琴我飽文有時。你愛打2點兩個頂啊，冇咯。喂拎8追啊數。咩，你情咁配啊，開始兜領咩？我但係領我特只基本版咪領。咩，你yang查某yang白衣領嘅，你係白嘢嘛，係病。哦。你 lesbian 嘅。我知。白領。OK， 等陣講，要我諗埋咧，講就講緊為 link 嘅嚇，講即本來學嘅，不要緊啦，我記得。你那是有蝦米問題？會使到啲啷嗰邊 Facebook 還是 YouTube 啷蝦米問題？啷使寫到邊？講啷到正看到這 episode 是呢隻8月6月2號，是啷看到這 episode 是啷蝦米問題嚟講？會使去本來學嘅嘅 website 位。是去 YouTube 會留 comment，แล้วว่าตอบเป็น answer 可能答可能有係咪問題？แล้ว我看OK，等我講一聲 ，hotel no block 咯 A กับ B ดูไอตัวว่าลัง做留作隻 dinner 位，還是到底係你ว่าลัง做落 email 位，讓特別去經 block A 較方便。而呢 block B 伊是無上 building， 伊就過一條路徑。要就出去外口，咁落去壓就好啦。我是感覺到地樓咗地好呢，都是大落 A。嚇，差別好你講咩？冇，我係對你講拜拜。OK， 我想你講咩？你講我冇 come speaker， 我未講我冇 come speaker。誒，但係嘛，差別好你是 book 得一間 studio executive 啊？試過嚇 studio executive。studio executive 你 book balcony 也是 with the view 也是我你講有窗拿嘅，我唔知講有balcony冇balcony咩？窗拿，那有咧有嘅，I think 唔知你 balcony 是有 view 㗎，還是有人真係行出去 balcony？特別其實 balcony 應該是行出去嘅 ，maybe。唔知啊，冇關啊，唔知啦。我知有看大到聲。特別伊講一樣梅即係陳伯家甲你講。伊大嘅房間不有窗啊，有窗啊嘅嚇，特別有嘅是鎖掉嘅。
伊是未開，叫你跳出去。未開嘅，伊驚你開窗那跳樓。哎呦，你驚跳未死就落底一陣嘅。哎呦，你 OK，so 咱去PGHK.com/ 自習對看到這個 information 嘅了哈。Then 等我應該這裡嗬，我應該刷去整 OK。可能佢到嚟先嘅，咱會看到PGHK.com/ Gkong แล้วก็蝦米叫咩？唔知 OK，how to book 要緊是講 hotel。Again， 但是local 人會來大厝比本誒，因為較老咗。OK， 所以我教你按照 book 啊，你睇 how to book 嘅位 ，how to book 嘅，你就要講 email，because 伊特別等 corporate 做過嘅，特別伊讓別戶做過，我未等了。So 我講 email，actually 但是 email 嚟講本冇麻煩，你我 already collect 伊嘅 information，你蝦米物件㗎了，你需要嘅 information 讓愛嘅，我 already 寫到啲網頁位啊，你去PGHK.com/ 自習咧，然後去 hotel 入邊 how to book 嘅，你對看到㗎了貴啲先，你寄好 ticket email 咪就Cempaka Nasruhadi， 你寄好一Cempaka， 即 email address， 然後這是你 list of 你要寄蝦米物件都可以，你到啲 email include 你講你是PGHK podcast 嘅。參掉佢哋要緊啊！因為依家再講人嘅 discount code， แล้ว到這裡房 which room 你 room type 是這 room type 但係人看咯 block A 是 block B 這房伊名 apartment type 就是伊 hotel 嘅名，伊房間嘅名，你寫伊 directly 名就知是就一間啊。แล้ว講佢聽 number of nights including check in and check out dates 你講成個講你成個我呢是3名咯，我是 check in 是拜5，แล้ว check out 拜1。特別你寫3名 ，I think check in check out 啲是第要緊嘅。你 clarify 就有計講 check in check out 啲拜5 check in， 我拜5 check in， 拜1 check out， 我價差別分是啥 ？So 我大到拜1做拜5名拜2。大家記得就講21號 check in， 24號 check out。21號 check in， 24號 check out。就應該21號 check in， 24號 check out， 就計 clear。就未錯啦。แล้ว of course นั่นสิเราไปต่อกันแล้วล่ะนั่นสิก็เราไปต่อจิมแม่สังกังสังกัวันมากับวันจีสิยังสิต่อ dinner ฮะจิมแม่เนี่ย so อีหลังตัว22號ลูกก็22號 check out check in 23號 check out คนเราไปกี่สิ check in check out ล่ะแล้วนั่นสิก็ลูก嚟講เราไปต่อในจิมแม่嚟講咧ตัวสาวว่าหลังตัวสาว special อาแม่ว่าใส่สาวสูๆ出去見han unofficially เนี่ย出去食要食我計歡喜เนี่ยแล้วก็a number of guests 幾個 guests ไปต่อ喺房間計講แล้วก็就是考慮嘅 payment option 呢是係款呢，就講人解釋啫。意思 pay upon arrival 我感覺是幾方便咯。So pay upon arrival 咧，依度你講你會 pay upon arrival，that means 伊免出單，伊免出一個 email payment 嘅 link 好咯。但是你會現時考慮，會使。如現時考慮嚟講，呢度計講，我買一個 payment link， 我會現時考慮嘅。特別 payment 嘅 link 是會打限3日呢，但是你冇限3日呢，差唔多係呢，擺喺等我看但是講你買即個我講咩啊？但我 sorry 我哋 chat 就有啲 distracted， 但我講咩啊？但是你買 payment 嘅 link，payment 係打限3日呢 ，OK？So 你若是要考慮，你就 within 3日你就考慮咯。你特別你 email 嘅時，你世界講嘅啦，一特行我 list 出來，好你好，伊就 man back and forth，一直頭一個你定好你。但係 once 你學到就係 book，然後 confirm 嘅時，伊會寄一個confirmation 好你，伊 email 伊有條 PDF， 伊 PDF 裡面有寫講你 book 係咪幫，你幫嘅價錢就一類，然後你去到只 in 自己好你呢。所以只 actually 怪方便，我要知是講伊個 process 啊，先所 already book， 我講講 process 係安怎，我 list 咗啦，伊需要嘅物件，然後伊對講講你看咯。For OK， 等陣我講係咪？阿拉媽，伊講係咪？大 family 講阿拉媽 ，November 21st Friday no school holiday。No school holiday 意思係咪是講會別去啦？嗬，特別你拜5嗬，嗱是講你買。你拜，那是講拜5，你dinner 是拜6嘛，所以拜6已經驚無啊嘛，所以你使嚟 dinner，然後拜5名錄音呢，
到對佢隻 website，拜個咩落音是9點啱咪嘅 start 嚟 ，OK？So 9點啱咪 start 嚟講係嗱一邊位哈，9點啱咪嘅 start 落個早起1點。That's why 我諗就俾到 DJ， 往嚟這裡依個 activity event space 嚟，แล้วก็依隻 event space 是Citadines sponsor 就Citadines sponsor 人嘅 event space，可能佢合併，แล้วก็有咱個隻 secret sponsor 可能只會聽講過，攏採訪是最啦，去感謝伊，到底這邊21號是，所以21號那是落喺大 hotel， 嚇？係咪嘅？關係啊，是點？係咪椒？係咪椒？我老椒，唔知哦。確定嘅，搞時間甲人講，咱對尾來錄音時間甲人講，甲報告互人聽。Oh, you from KL? Oh, okay. I want to attend live recording. Take leave. 甲你驚，看咩去 MC 先。No wonder the next no holiday. 阿伯9點你會放工一趟火車出來，你無 holiday 未搭車嗎？阿呆，你 arrange 看可以 MC 啦，見啊？哥哥一年一擺，唔是一年一擺，20年一擺喎，特別短啊。OK， 你做隻 template 咧 MC 咯，然後你 post 就係 download。Dr. Quack，Dr. Quack， 我叫你招呼啊！我招呼，差唔多本嚟名差唔多成。等陣我看 Clubhouse 上面本地 ，OK？Clubhouse， 哎呀 ，Zaza book hotel through 嘟打 ，I'm going to cancel now。嘟打會使咧啊，會使 cancel， 但是你cancel 嚟 cancel 咯。แล้วก็渣 book a hotel โอเค sorry 我就是為講可能知淡薄較早當佢知啊，攏嘅 book I am 小人我 staying at Citadines yeah Karen 小人你 book 本啊小人你被單未啊我有咧 because 攏互我正名 because 我特別需要攏嘅OK 即係 I can attend buffet OK哎呦，希望你會來啦，希望你會使成日睇 MC。OK，就若是講你 book 喺 hotel， 喺到這邊 book 本，我感覺就 OK 喎 ，and especially 伊是 fully refundable，and 伊若是講你 even 好了你嚇，你未起來講3日前你會通知伊嚟講伊會 refund， 特別 refund 會 take up to 30 days 嚟講啦。So，讓到若是講 upon arrival 咧，就較用咯。Then OK，來我看個讓下面本地個，讓下面本地三枚到啲等陣我看即個Spencer Wong 講咩啊 ？Spencer Wong 講by the time he gets his ticket, he probably is 50。冇快講，我當 view 我未當時是第91嚟，冇睇嚟啊。Block B is nearby 7條路。巴薩 Block A is near Hinbas Depot。Actually， 伊是Block A 是往 Citadines Express 嘅位，了 Block A 是往到啲 Hinbas Depot 邊。所以咱看到嘅 main building， 特別咱講 Citadines 是咱看到嘅小影啊，都是 Block A 嚟。佢 main 嘅 building 都是 Block A。唔對。等我人看咱去，若是講咱去 hotel 嘅位，即個咱看到即 hotel 嘅 website 即間，咱看到即個都是 block A 嚟，即是 block A。若是 block B 嚟講，伊是你別個一過去到這邊嘅啲 C 嘅位，即係啲呢是 C 嘅邊，對去這邊嘅位，較落去，所以較晏係咧。Citadines Express 嘅，跟住個咪本地接嚟啊 ！I just want my ticket， 喂，媽媽，琴日爭權俾啊！感謝。OK，Karen 小人問安怎買單 ？OK， 好，啷個搞的？成個往北角啊！你講，
我要想啦，安怎买单小人 ？OK how to buy ticket？ OK， 來我教啷 how to buy ticket 咧，啷去咧網頁位，啷搞 again penanghokkien.com 一啲/20，你對去這 website 咯，然後你去 scroll 來，正式 buy ticket 掉，你訂 buy tickets。buy tickets 咧就 Google Form 下咯。Google Form 嘅位，伊解啷解釋清楚啦，慢慢去讀啦。我是解釋講啷擺個名是下面錄音是幾點甲幾點，了要緊嘅就是擺個名嘅所在怪細，所以袂濟人嘅，所以啷特別細字，I mean 細字，就講啊，啷特別注意啦，啷因為唔是特人會接，所以啷那是。佢一個10人所在未接啊，所以你對 make sure 你較早買單，特別你買單是買buffet單呢，buffet 跟他一條單都是 buffet 單呢。哇，多個人買啊！這個，這個是啊，這個 OC 測，安怎讀我不要讀你字。OC 是啦嚇，一隻11特別講係 spot ticket，OK， 感謝感。住。So total 幾人買 ticket 咧？阿 John？ 哎呀，等陣我會check嘅喎。อันนี้ว่า講咗這อันจะมีตัวแล้วว่าคิด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แล้วลองคำว่าโอ้กี่กวนเชงอีสิกี่กวนเชงนะว่าเลย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ส่วนรูปแบบตัวนั้นมาสกีจะไปติดกัน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นทักกันแล้วอี detail information แล้วอยู่ sign section ตัวจะได้頭這 section 就是填入 information 咯，我要緊需要時，我要再講，你人是有好類無好類，因為人個了是用畫面嘛，特別你嘅名，你看到我嘅名，就是我嘅 sample 人看完咗做，就是我嘅即係個叫咩啊？我嘅大長哥嘅名，所以上大長哥嘅名你就下，แล้ว你個下你嘅 phone number 你電話。就是我 WhatsApp 我用 WhatsApp contact 你，แล้วก็有人 attend， 但是講你是家己一人，你咪係一個咯。但是講你兩人會 attend， 你咪係兩個，你多會比較10條單。所以你，但是講你係一個人嚟講係正，แล้ว落來是因為你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attending a recording? Only the first 50 people will 參接。So你搞個有當時我看到有個人買單是伊買3條單，特別一個人來錄音嘅，所以你嘛是免定一位，所以我會再講，但是講你是3人來，一個人會來錄音嘅，你就甲我講來講，我會嚟擺5名嘅單，我會看就一個人會接咯。所以你嘛驚咯，但是你一個人嘛是一嘅咯，但是講你有買5個人嘅單，特別2個人嚟錄音，你就驚2嚟。OK，then next。就過去 next 咧，就是你嘅nickname 嘅時候 ，nickname 嘅 section 咧，就是講做咩事我俾 nickname，人哋人嘅化名，本來學嘅化名係，是攞嚟單嚟，你人嘅單呢，到時你就俾清掉攞嚟單，攞嘅太計曬接嘅，所以這要簡單地話幫我邊度嘅人講，攞嘅個會記。攞嘅單呢，是計得攞嚟化名，清掉攞嚟化名，所以你識講到有3個。guest 會去嚟講，你3個 guest 嘅咧特別有畫面，無嚟講，我都無單，但是講，你人舊家妹人都無互我畫面咧，我是係有畫面嘅人，แล้ว係 maybe 係2號3號，特別我就講，攞嚟畫面嘅擺呢，攞嚟單呢，即係特別嘅，你人咪 miss out，攞就會要緊就俾互我來互我類畫面 ，OK？ แล้วI hotel is near with the OK， then 七條老闆山嘅嚇我在這就講，伊講七條老闆 actually 唔是，七條老闆山是無相經嘅 Citadines 唔是 block A block B Citadines Connecct 是人會做樓在 Georgetown 嘅，伊叫做 Citadines Connecct 就是到啲3條路嘅，是唔是3條路啊？是唔是3條路嚇？即是幾條路？誒？Nordin 是第幾條 ？Nordin 是係咪路啊？第幾條路我未記啊？我講過啊嘛，no 嘛。no 條嚇，對 ，no 條。Citadines 是no 條路嘅，2條路嘅。So 即係 Spencer 講嘅唔是7條路板山嘅，唔是 Block B，OK？7條路板山是叫做Cecil
Citadines Cecil 冇相經嚟，唔是 block A block B 啊，蠻 confuse 啊。所以即係所講嘅唔對 information 是切掉落是叫做 Citadines Cecil 唔是人會去係一間 Georgetown Connect Georgetown OK。二條落 OK，嚟到對其人嘅，對，哇！我當劍就識啊，當然鋪地我識嘅了啊，當劍，即係啲你識嘅了啊。แล้ว OK แล้วนี่เห็นด้วย nickname เนาะสังกัด guest เท่าที่ nickname 所以要กินน่ะสิลูกสาย guest ลูกตัวไม่แหกกันแล้วหลัง nickname ว่าขอเดี๋ยวกุยน่ะเลยแต่พี่ว่าใจร้องหอว่าแต่ว่า所以ว่าจะมือร้องเลยแต่แบบแกบินตัดจิแคนสิมีหาไม่มีอ่ะ因為น่ะสิร้องบ่แหง嚟講ลูกแต่ร้องใน guest บ่ name tag บ่ยังกับ嘅名意思有係ลูก被當人名เนี่ย OK แล้ว即係要กินน่ะนี่即特別嘅即個單浪會是燒掉起來做紀念嘅單嚟，所以浪就被invite to speak 就被要緊就被係個了特別嘅邊裡面，แล้ว你看呢邊啊，แล้ว一啲邊個就新嘅 section 浪 already 被單人話另外 email reach out to 人，即係 we need all guest nicknames for your buffet dinner ticket. If not all guests attending the recording, please indicate by nickname which guests are coming to the recording so that what actually 免本啊嗬 because long 再講我是講我再講住人來住人無來嚟講我嘅應 pass 完是講是 by name 嚟講我未個別 check 看你未當到這人，所以是你嚟講你 list 好到這裡人會到這 nickname 嘅來。Anyway next 被當就是學你嘅事。學女嘅時，你個計算啊嚇，138塊一個人300嘛，138 ，OK， 是隻條是第頭一個300嘅人138會記掉，然後你人就用搭錢go scan 一邊，若是講人到啲搭錢go學，若是你到啲 website 學女嚟講係不，若是你到啲你 phone 學女嚟講，你被 scan 嚟講呢，你到嗰啲 computer 會開。你會使去咧 support 邊咧學嘅必須上隻 account 嘅，就是你用隻 video 嗱啦，學攞 scan 落去，都係學 scan 學你，130個人，แล้วscan 了學你了嘅時，確定到嘅佢 scan 掉個，到嘅白咧，那冇物件啦，嚇咩啊？唔係物件。你特別 join，係你。我用搭船哥，我開搭船哥先。你唔是搭船到啲搭船嗰個 scan，哦，你是開你電話 scan 下，哦不，OK good，你特別用 touch and go 學你會 scan，你好個就係你 text 啫，你唔是用你電話 scan 啊，你去 touch and go 嘅 app 裏面，上你會學你辦餐時，你去 scan 也 good，OK？其實這個時間，這個是搭船哥嘅嘛，是路嘅，所以路時間係用搭船哥。搭船哥嘅 scan 嚇。對，白你 bank 嘅本是袂使嘅，是間係搭船哥嘅。對，搭船哥會學 ，OK？แล้ว你學了是 confirmation， 你會嚟講 upload 去一個 file 位。upload 去 screenshot 好啊咧 ，upload 去隻 file， 我是俾要緊是俾就係講你 transaction ID 係是冇俾就係講咯，學你。嗱，即係咪你俾得你俾曉做 screenshot 啦，咁 upload 看嚟講，你使學，你使係邊，你 confirmation 嘅 screen， 要隻 number transaction 嘅 number， 你係 transaction number 之，所以為 make sure 你喂，因為你學你嚟講，我就會 match 你 payment กับ你隻 registration。然後但係 yes confirm。OK，all sale final， 你望但俾嘅是佢有三隻正式講 sorry 未記 refundable 啊。OK，你我已經學半誒 deposit 學去學到去嘅，所以當叫我學你嘅時，我一半啲已經是學去嘅，所以讓有點聲個啦，唔是講啦，我急讓我讓學你讓會使到10月1號是每日。10月1號時隔嚟學本會使特別驚講你無會去錄音啊，所以錄音嚟講特別慢慢去別段。OK， 我當今頭晚最梅我係唔記得，等陣豆嘅係咪？豆嘅你講唔是豆嘅93字，你講係咪 second 係咩？
不是九三我啦，唔是啦，你咪是幾條路冇人應嘛。哦 OK， OK， 機關成本俾單 OK 好對，頭晚就最尾話就一人俾單下當金我去check看，我安怎會知哦？等我去Google 看到一人俾單，當金 as in 咱錄音是拜六暝嘛，所以咱拜六暝是誰？是我確佢訂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嚟啊！20個人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對，當今20人，所以差唔多要一半無啊！你錄音未到啊？所以咱就20年啊，20人家了一班呢，超人呢班。邊啲人是第一班咧？講到講 OK。哦，差別那是 free 嘅呢，限時就使啦。差別好咧，就應該做試下，那馬來西亞人都做是 last minute 嘅。對，所以攞嚟 last minute 是10月1號啊！我 sorry，我那是講貴啊，因為我攞嘅名單係咪講就是對特別做嘅名單攞嚟單，嗰啲是特別嘅，所以我特別較早10月1號我已經特別 come out。In front Express Hotel, behind the famous coffee beside the shop。你講咩？number， 哎呦，我唔知你是第幾嚟喎？機關稱。是你是。我知between 那個集那邊是安全嘅啦。嚇，那是你對50人裡面都安全啦，แล้ว就是攤嚟啦嚇。Then 阿婆係咪發鳥？係咪？阿妹發鳥。就 Kenny 講緊阿妹發鳥個。馬仔1號發鳥。馬仔1號發鳥才比較好。6月1號才比較。That's why 會好難再看，因為有當時嗬無特特嘅人。即係 email 本我看差唔多50%了，因為另外你要 sign up 你平時學嘅 newsletter 人都應該有收到 email 啦。我過去幾打啦歡呼人啫，那是講讓歡呼有啲人是冇看 email，所以有當時 miss 掉佢，所以我要做一個 episode 是專門講一個，所以讓會再講當今 start 未斷，你問佢講，哎呀我冇看到啊，你嗰時你50嘅位㗎了冇㗎了啊。所以我而家去看，我而家我個請嘅咧，一個 heart shape 嘅鏈來 match 上邊咧學嘅 heart shape 嘅隻 T-shirt。我頭想我咩請隻 T-shirt，我唔知係請嘅，我拎都冇眼。我個隨便都大條嘅喎，我成時會大條，特別就係。嗰時會係你 L size 咩？頂到你個開。我成嗰時我隨波喎，我唔知我下到，我叫我下一條到底我只係處是唔是？我等佢白鳥我拎。你線喂線變咗攞粒票啊，攞粒嘅線。喂娃娃未到啊？點娃娃看到你名咩嚇？哇 Hello， 買單啦！你講啦，問咩去買咯？特別我同你講我見你 website 嘅位啊，maybe because 你 website 嗰啲是 episodes 嗰啲你知哦，所以你特別去訂嗰啲。PGHK20 啦，依家會出啦。你全部拎。所以我感覺就講有真濟人吼 ，maybe 一入去你會買實時喎吼，一看無，係全部咧。我頭先是用 handphone 嘅嘛，所以 handphone 裏邊吼 ，in fact 伊嘅迄個PGHK20 喎，伊是 hide 到伊 menu 裏邊。actually 你去看下咧，伊 banner 嘅頂面嗬，攞就看到2集，你訂喺你2集對集誒。到啲第一關 banner 特別 good point 我係使 add 啲，我係使 add 一個我當然做，我當然使做。特別你去看伊個 menu， 特別我做較明啦，我做較 clear 咯，我明白，我了解。你明白，你就 because 一直接見啊，我當然做。episode 係 list 㗎啦，我當然做，我當然 hand down update good input， 所以咱這是成個我當應該 feel 到成個我是係你Shopee 嘅美名。OK，
甲你講，你知哦，你 PGHK 只大牌啊，你知安怎？你到底換物件actually 我係 school 嘅 event 啊，你回校日就。回校日就，然後 that day 係伊人 committee meeting 啊時啊，伊人就是經到11月10幾號嘛。我講我未喎，我 already 有 event 啊。你人啊吼，甲伊選去別日節啦，所以伊人選去11月19號就。佢哋 event 本是上本，伊本是愛叫外國嘅佢哋同學啊，嗰啲轉來啊，然後到 school 嚟會有做一個 dinner 啊，你講你知哦。I see。然後我人換去19號。OK，哇，大牌咯，變得好勁。是啦。OK，等我看，哇，安怎？安怎未啊 ？shit， 安怎未落in 我 website 啊 ？Yeah。OK，你攏係咪問題係咪每問題係咪每看？要緊是成個講，攏那是未曉。那是未記即個我這 website 小去，我未 login 啦，我未 open 我 password manager 啫。嗱，那是有問題，要再講 clarification，係咪物件無識未曉，係咪物件看咩個？OK。咱 login 是 Friday 嘛，所以 that means 是 Saturday 是完全無 login 啦，就。有，咱 dinner 是有落英文，特別 of course 冇成個擺個名落英文好呐。咱擺個名啦，因咱係成個只落英文嘛。แล้ว咱要食物件要講完呢，一人是較艱苦，咱是 maybe 落嘅，咁 maybe video 成個翕人到底係邊誒 video 看咯。冇成個咱一了講話啦 ，because 一人嘛，แล้ว個到底外口。真係喂，完全除外。對啦，再會俾走嚟走去。係呐，我嘅 ski。成個像隻教員嘅啦，隻教員掉隻老咗。我按照除我嘅 password， 我做咩去 reset 我嘅 password 去的嘛？這隻幾擺就是隻 Google 啊，一搞走去啊！一搞波一搞我 feel 我 password。但是就是你 set 一個 auto save 嘅 password，佢 feel 起來啊！你估嘅咋？係估嘅咋？是啦。View previous version，OK。View previous version，OK。Copy。OK，view previous version。Restore item，OK。OK，restore item，OK。然後我 try 過。所以我說得浪到啲 website 會去搞嘅事。係接啊，OK，我當 update 看你做咩咧 ？update live 好時，一直咁講。然後那是到冇看 live 嘅人，當今到去下面買運動去 website 買時，應該是有這新嘅 update 啦。OK，แล้วก็มีinput 個係咪มี嘅會做較清楚淡薄。特別我咁講，正嘅應該攞係咪嘅問題咧，係使到正每隻咯。แล้วอาศิลวง reach out ตัวกับว่า講你嘅只 comment 一隻 chat เลย OK 當我去 update 你但係我話講吹波 buy tickets OK 我看下佢哋我 view 話佢哋叫你去邊 try 看嚟講咪嘅問題不會話咪冇清楚 hotel還是買單？等陣嚇，冇啊！阿龍你幾時嘅 confirm 買單先好？阿龍知道困嘅。我諗跟住就1點幾啊，12點了。menu 一啲 OK register。等我看下正住93G 俾多位啊？有啊嗬？阿貝，死條講啊！我係嘛，我都是邊咧？我是二波係較冚版。
OK，等陣 PGHK 我俾 arrange。OK。我特登嚟，我是 PR 嗎？變成 PR 嗎 ？Hello，我是話 PR。變咗嘅 PR。OK，PGHK 唔是 PR，變成 PR，OK，唔是變成嘅變成嘅 PR。我特登讀變成嘅嘛，都唔係叫我特登佢讀變成。OK，ticket sale。葡萄牙咪講when the confirmation email after you pay 啊。Actually, why reach out to Lu? Tapi nasi kong Lu already 係嗱掉本好 confirmation 我都俾個人講啫。WhatsApp lang係電話嘅，因為有啲人 still 有即個nasi kong 有問題嚟講我係 WhatsApp Lu， so 我掉本好 confirmations OK 我 email lang reach out to 人嚟 individually。By email as WhatsApp. I don't try to WhatsApp because WhatsApp I something. Well, make sure you then what do Okay, good. 但葡萄牙話特別有話有譬如掉本有咧 can ask question already 哈會使每 question 嚟我看下咩 Saturday night dinner no limit one night 掉 Saturday night 有 limit 啦，特別 limit 就係我是感覺掉咱是未 hit 嘅 limit 啊，咱係400人。咱嘅 area 會 fit 400人，所以咱是無應該講會過400人嘅 ，OK？Minimum 咩幾人啊 ？Minimum 50，特別我 feel 到50 OK 啦，應該咱是 OK 啦，特別會貴啊50應該是會。Minimum 50冇夠50，我自己makan啦，我自己，所以我叫做嚼，食個咬。日講到呢個爹啊，唔要緊就使有啲，就使你看我哪人沙布。叫就叫了，同時不要看 ticket sale， ticket， 等下我去 check 看 ticket sale and。所以你做下咧 dining 嘅是擺來是下咧是近日我人隔離邊咧福建嘅 member 呢，還是 open？冇，近日人 special， 近日邊咧福建人冇參人在哦。是一部 open 好。咱隔了，咱唔是去伊 existing 嘅 buffet，就是咱去專門是後邊咧福建嘅 buffet，就是貴咧，迄個 area 是人嘅。Good question。我冇想到本，為咱講 buffet 呢，是咱上個是 already hotel buffet 咱去參面嘅嘛。上個 hotel buffet 一個別人啊。冇即特別誒，咱是我家己呢是安怎做咯，唔了解。private event，咱係使亂到10點呢。10點啊 ，OK， 9點先啦 ，OK。本來學嘅即係 ticket sale，ticket sale ends on 我是講佢係 October 1 G 空空個，G 空空個不啦 ，G 個20 years ago ，OK， 我正想 buy tickets，buy。ticket 這是最好 review 娃 good point review 娃 buy tickets slash review 娃你買件 buy tickets 你是買去迄個買單嘅 form 還是去迄個information 嘅 page？information 嘅 page 咯 ，because 你 main page 裏面冇即個消息㗎。對 OK。Buy ticket. Okay, so 我當然 try 看我會做可能看到佢哋，然後你使去 review 我使教我去test 看。Okay, display this page is if it's before grade 1號，你 display 這 page，這是我是 web design 一套出來我係 condition 呢是講是10個1號整呢度被看到嘅人。I mean after 10個1號人都被看到。10個1號啱咩？23點係個59秒分。OK， 等陣我看 view 我你會使去 check 看伊個邊個福建 .com 嘅 website 看會看到之類嘅。Okay, so say 下你 Enrico say 下你每 Saturday dinner ticket no limit 對 no limit 你幾點本唔是
就這一人，啦人 fit，然後怎個出咧，我特別嘅，這是我帶點咩啊？我唔知我帶點咩，這是咩嚟？哦，這是 picture in picture，OK。我奇怪咯，我做我看錯。OK，所以Saturday night 你買呢？就是講你未來拜個名嚟講，你會使等到你使你，若是講你買 check 講嚟錄音講呢個10人，你使卡還係冇俾。Then again confirmation 我係是叫 confirmation 係咯 ，either by email 還是 then WhatsApp 啦，應該是 WhatsApp，because 我較認同啲啦，有人講有人是浪仔啦，有個攞 can，意思講伊人未來啊，特別伊俾3個人嘅單，特別互我一個人嘅畫面嘅。แล้ว俾4人嘅單，แล้ว互我一個人嘅畫面，另外一個畫面，即係講無畫面個成交，所以當今就俾慢慢去想咧畫面錄音，會是甲我講，所以confirmation 我叫我再跑你 confirmation 嘅時，你會使甲我講你單，你拜個名錄音 confirmation， 拜個名錄音 confirmation 呢，我是 WhatsApp 跑你嘅一段。就直接俾妹會我咧即掉俾。OK，有了。OK， 我較明啊，你看較明顯。你看較明。So which means 啊，伊免，若是講你用 handphone 喎，嗬，你免 scroll 加一啲去。你會使 try 會我你 try 下我，但係冇咩明顯啊，你 try 其實你訂係你2集，你邊咧學見 podcast 2集嘅係你 banner 都可以起掉，上會有。所以你揾出去 website 嘅時候，當今日 website 本書特別係你冇呢明顯啊，即係個好啦。對，係你個冇呢明顯。Ticket sale and October 行到都訂買 ticket 都對起掉，即係 website 就是即係2集嘅 website 啊，佢正看到。OK，然後對晒訂正買 ticket 啫。OK，我就係問嘅，你 hotel 咪攞就係人 book 咧，又成張。我唔知 hotel 人 book 嘅，我唔知，因為我冇 through 我嘛，所以是 through 伊 hotel 嚇。Actually，伊有咧卡好時房間個 book， 關只貴房間咧，有可能嘅 book 了，所以人愛 book 嚟講，較咩較早 book，because 會 cancel 嘛，所以人愛 book 嚟講，較早 book 較是第安全。但是講你拍上俾佢大。你看我把路去 book。你對迄個 information 啊，你看 website 買即個 book hotel information， 你對合併，伊就只就無空考誒，你去對伊 email。講咱家己 send 你看 how to book 位嚇，你去訂 how to book 嘅位，伊有寫個我有寫平講個安怎 book， 你寄隻 email 互人咧 information 都會 include information 都 include 互伊。แล้ว第要緊嘅就是我頭我無咪知，就是講安怎互類。伊是你到伊 directly book 甲伊嘅，伊是 fully refundable until 3 days before 伊 check in date， 你是 fully refundable 嘅。然後若是你買好你本好，你會使 check pay upon arrival， 你到 check in 嘅時間好你會使。伊價錢本是辦幾個，伊價錢是甲迄個 discount website go to 迄個別個位個了嘅 website 嘅價錢上價都會伊有咧房是。無上嘅房，成較細第4房，第1房嘅房咧，你 book through 即個個嘟是別類，若是有嚟講人 book， 或是伊 directly 學到，伊是第1房嘅房是無 discount 啦，伊到這邊咧學見嘅房個了是唔知是叫 executive key 個有，是唔是 executive 啊？未記名嚇條 studio executive key 個有，伊這叫咩都咩啊？未記啊，等陣 studio。studio twin 係上面係你是冇，係你是 because 伊房間 already 關房間，所以冇 special corporate discount。OK， 我是 book， 我 book 一間啊，我家己 book 嘅，我談時我 book 大間嘅，我 book 一間咩 ？OK， 我 book 後我係媽嘅，我係知呢是 studio executive 啦，我 book 了，我家己 book 嘅是較大間，我 book 得一間啊。等我去試 all room 就我佢叫未記。你對 book 大間嘅係咪事仔哦？可能佢嚟攞個數講嘛，無得你幾個數冇講頂。你就嘥我叫你嚟教我困啊，肯定。Thank you，咁試我叫你嚟教我困啊，你問how啊 ？OK。小大間你冇見咩？一人大了。OK，嗱，studio 我 book studio classic，studio classic 是伊無講大間，伊較闊淡薄啦，實在伊講出，唔講。
紅潮，特別伊無講只大間，特別伊是啥物事？因為伊有 kitchenette，因為 kitchenette 咧入嚟做咩？我咪講講咩物件嚟知啊？是要做啊啥物？只粿係咩物件？So 我是頭頂3節啦。嚇，我當3節。So 但我諗講咩啊？差別款21號隻 in， 24號隻 out， 我諗。OK。多3節咧。3 day 2 night 啦。3節只當本啊喂。冇3 night 4 day 3 night。4 day 3 night。OK 啦，房間嘅大間嗰個 kitchen 咧，會使啷佢隻路啦。使，because 咧使買物件食啊，使腳到嗰邊去，攞會使嚟房間去除我本啊，哎呦，幾爽你啊！特別我唔知房間有大，因為只細細嘅這 area 應該是較大幾粒啦，不管大得幾本啊。伊啥物 writing desk and chair, bathroom, kitchenette, 1 king size bed, maximum 2 people. OK， 看到幾時變咗5 people maximum。係啦，成日話係你多遠定嘅位咯，OK， 嚟。雷馬咩是嚟大咩？阿 John 雷先生跟雷馬。我另外睡房間個樣，因為要大。我另外睡啊！我頭先想要睡太大間嘅兩間房嘅，特別你知咩事？我後尾 ended up 無，所以你使去睡嗰陣時嚟大間嘅。我吹咧 2 bedroom， 因為我要吹 block A 房，但是你吹 block B 嘅，要就一間兩層樓嘅，要兩咧。即叫嗱，即個 twin 咩 bedroom deluxe loft block B 嘅，即度只大，特別無上 building 所賣。係你寫咩？頂面有攤，頂面有一個房間，一間房間。特別嘅toilet唔使樓卡咯，喺樓卡就是麻煩咯，你講呢？So 特別我有拍算會 book 嘅，特別我未是因為我係麥講，我知嘅話麥講ยัง未大一名呢，唔係大3名。所以我變咗 book separately 咧，我慢慢講學3名曬人嘅房咯，對。對。所以我 book 另外啦，แล้วอี book 另外啦，ยังไป較早啦時，ยังไป嚟錄音嘅時，ยัง是短期困難。你รู้จักว่ามาตอนก่อน時啊，ตัวอี所在ไป出去ตัว白位อีรักษาคำมาหวานนะแล้วก็ตัวหลังก่อย講阿冇ตัว一名嘢，所以 OK 我就可以話知嘅อีตัว8名有。半減啲，你有物件要問 especially for 你人是在外國嘅人，有話咩？我就 figure out 做大全高，未用來買。那是你用你買，但係講你看名嚟講係 confirmation， 我再講有當時是別人學大全高嘅，那是尤其是外國成日講阿三laksa嚟講，你未嚟講你 separately directly message 我個人家看安怎安排。是咯，我成日外國嘅冇大全高嘅安怎好啊？咱另外安排咯，我會使個用 directly 安排，either 安排你 payment method， 啊無就是舊時是個好，但那邊你 form 是唔是特叫 compulsory 特別 upload 係你冇 compulsory， 你會使 transaction ID 冇會使，你使我別再講最何類嘅人是最，所以我係去我大成哥看到，哦，這個人是已經何類嘅啦。我會 match 到嘢咯，所以你使講你叫你買何類嚇，你會使係你會買名到啲你會 name 嘅位，有 nickname 啊嚇，我覺得。嗱，這個 nickname 是何你個嘅名啦，特別會大成哥，你使講何類買何類嚟講，你咪用你買誒大成哥嘅名到啲而 name，所以 immediately 我看到佢哋名 match， 其實 actually 你嘅名正名我唔知。阿咪我知啦，特別我未記嘛，所以攞字名，可能我隻字我唔知，我看到你名就住數，你大成個名一 match 同啱咩都 OK 嘅。OK。所以你即你叫你買好，你咪是舊時我看你買名 match 到我係大成個嘅 transaction， 我咪再講好類咯。OK。then 你會 list 你 nickname 嘅咯，會記啦，誒，但係人伊個段呢？是 wearable 嘅單，所以讓特別清楚，你特別有迄個牌，你該使接。because 咱是 private event 啊嘛，所以迄個 area 是袂使行路邊人冇行入去，所以你要接嚟講，你特別有迄個單，你若是無清得迄個單，你袂接嘅啊，所以要緊到特別特，你啦，你有頭就會清嘅。
到時個講這 information， 你 OK， I mean 你特別有迄個單，你介紹接咧，伊單是 unique 嘅，伊單是有你嘅畫面到底邊嘅，所以你人要緊特別學我你人嘅畫面，特別有畫面了。甲會使伊會單參與畫面條邊，了解曬就拜個本上，若是你來拜個呢，我會使成交互你嘅單，你本是特別有拜個嘅單呢是 WhatsApp 你我 directly WhatsApp 你嘅拜個嘅單。上家講嗬 ，because 我看你 form 啦嗬 ，for those 啊，上家伊無 touch and go 啦，แล้ว伊愛 bank in 互你家是啥物啦，有一個 option 啊，是有一個。位會使互伊人寫講哦，伊人愛 privately bank in 互你啊，啥物哦？有啊，即叫人 contact 我咯，我可能看到後尾是 payment 嘅 page，第後尾一邊嘅事，你看 payment page 是，我講那是 if you're not able to use touch and go，reach out to me for alternate payment method. Send me an email john@penanghokkien.com. Oh, okay. Okay. Okay 啦，安尼講。So, I mean, okay, must wear what? I buy 了，哦哈 ，Enrico 唔俾啊，耶！所以台灣你點是蝦米？你點？紅甲黃，哦，紅甲黃啦。紅甲黃，所以人若是穿紅甲黃，變咧福建三蚊好，家己嘅三蚊好，黃色嘅褲，紅色嘅衫，黃色嘅衫，紅色嘅褲，啊你隔了黃，隔了紅蚊唔要緊，紅甲黃就對啊，人家都俾昂。請家請先只就俾昂。แล้วอันนี้สักทีแล้วว่า你知道咯，今日有買咧香店啊，咩弄個一切不夠紅，就嚟去買紅紙搭，紅包搭，穿紅彩包掉成個圍巾嘅咧。Must wear red 對 I mean 冇 must 啦 ，encourage you 啦，你係俾穿紅色嘅是黃色嘅衫對啊 for dinner。Okay。個等我看，落估下，佢看，啷看上吊係咪？我睇啷每個 question 搞得就好，特你就好，啷每個 question 係是別人會經俾多人經驗過，咪叫啷把你家俾，所以啷我啲經驗過，但我隨看幾人，但我 Enrico 把你家俾嘛。OK，但我諗講20幾人啊，等陣節攞3、4、5、6、7，直接一人嚇，但我。是哦，你講20嚟嘛？20嚟，但係你嗰個個比數入一嚟啊，特別一杯氣落音所變驚，然一部電住你位，特別我當然是看咩機會咯，嗱是講讓當然聽掉嘅YouTube 啊加 Facebook 嘅人，讓會使問我問題，所以使答人，有想到係咪問題，外國嘅人，我咁啲就是佢想到安怎係咪係你？嗱是講你有朋友啊，是真正 family 誒 touch and go 嘅呢，你都係伊朗嘅 touch and go 嘅名。唔係嚟講 transaction ID，我係 verify 嘅啫。第好是係樣 transaction，樣嘅伊朗嘅 touch and go 嘅名，所以我係 match。我有寫到後邊本啊，我看人嘅名，我就講即係 register 嘅人嘅名是係咩名，แล้ว伊嘅payment 嘅名是係咩名？我就係講得好啊，四行咧 ，OK， 四行有你講較識嘅嗬，我係制當時住啦，我係使 match 嘅 time run 啦，所以我未實，我諗冇講隔了俾除非是頭十 can 嘅你即係叫你 group 人士度俾嘅，係你點食嘅啦，就我幾 second 呢？Okay, I finish. Tell me, I finish work at 10. Go there also late 了 for recording. You 放工了。哦 ，OK， 10點應該會嗎？我9點嘛實落音喎。9點唔是咩？我不是，我應該是，若是講我有 tuition 嚟講咧，我應該本是10點幾，你應該會搞。會使，攏是搞 within， so 細漢年，若是講我是1點嘅了，若是講你會來到 before 1點，因為 before 12點你 at least 佢會 lock 到地址出。所以若是攏愛錄音嚟講會好 ，Enrico 若是你愛嚟講，你會使到啲嘅，會話你使是會使嘅咋？你 try 下，會使嚇，你會使去 update， 你會使 edit 就去 update 你嘅。若是講你未來錄音啊，當佢想講，你看我來，實細漢呢？wait number 21係咩啊？
say 喊你 wait number 21 year young， 就你就一回。那是講你那是阿威 change 你 mind 講你會起來講你係到底起嘅，所以讓會 edit 讓嘅畫面係成個講有兩個人落了 register 了，讓再讓是一組人有兩個，一個是講伊成交無畫面，讓後尾去 update 伊嘅名，啊無來講我就是係你嘅名。แล้วแห่ number 2นะเนี่ยซึ่งบุษองน่ะรู้เนี่ยก็รู้เป็นยูคี嚟講有畫面อันนี้รู้ใส่笑起來เลยตัวมา then ก็有一間是3個人嘅รู้定3個人嘅有嘢รู้กัน係รู้กัน幾人名รู้一人會去學錄音เนี่ย特別 in nickname for 特人 dinner 人你們寫 in nickname 好吧特別安怎啊安怎去揀啊我唔รู้ตัวอีฟอร์มไม่ว่าช่วยบ่我隨部講跌大陸 update 喎。你 locate 喎？你等 key form 是 already 未啊？Yeah, already 未了。伊唔是攤 edit 啊無啊？你到底 form 是伊未看？你上 device 哦？到底係你 form 嘛未啊？喂喎，伊 already 一出來就是一個新嘅 form 了嘛。哦。一個新嘅 form 了。不記得個我講 email 話 ，it's okay 啦 ，let newcomer join recording。Okay。你等下Enrico。哦，細下呢。特別係上 device 應該是有上 account 嘅嘛？如果係 because 要 upload 你都有 account。我 login 我 account 嘛，我 login 我 email 嘛嗬。特別你是 key 得嚟，你是上電話本咯。我冇用電話，真係我用電話。你買是你搭隻 device 用你到底係你 device， 看會。and it sometimes 用 cookie sometimes 是 recognize 講你 already register 啊 ，especially 係。等我看下。especially 係你嘅 account 到底你 computer， 你買到你電話，特別你 computer 冇 login 嚟講，因為是唔知你是做。我成很少啊。跟住個 clubhouse 上面問題我 sorry 我冇看到係 chat 阿什拉薩 that's a relief if special payment arrangement can be made from us from abroad yes 對阿什拉薩會使阿什拉薩你會使人 separately 我會使你會使教我講人 arrange 看咗人夠笑個成個事人啊背喎我用我 phone 本背喎你背啊伊會跌落去會跌。一接起啊嗬，我同你講，一接起啊嗬，伊就是新嘅 form 了。你頭先你講會使 edit 嘅喎，伊是 at the last 第那是section 3啊嗬，你是第 submit 那是嗬，伊個會使改個。Then once 你 remove 掉，你砍掉咧嗬，你個再開到對嚟無地去啊。I see。等我看。我這邊先咧，你看你會有。我看我會。change something so that 讓人對到底去 edit 哦。特別我 allow edit 呢咋？特別我意思講你限時做還是話？嚇？我 edit 過嘛？我 edit 過。哦，你 edit 過，特別你限時就要做啊？是。OK。once you submit 了就未啦。我你 submit 了 I think less than half hour 入邊啊。OK。你用 Google Form 應該你使 enable edit 嘅咩？係咯。你 setting 是咯。你 setting 就會你條 fix 啊，你講。伊 setting 嘅會就被 fix 啊。allow response editing 啊，我係。Yes。我有係。should be okay 啊。as long as 你用上嘅 email 應該 recognize 嘅。特別你看你 login 你係你 Google account 哦，when 你去係你 site。I John also look at this setting 到 Google Forms 嘅。something about email 咧。collect email and also send responders. Yes, send. Okay, so what about collect email like responder input แล้วก็ on so it's responder will take copy of 伊係你好。So if submit 因為是 he will get it in the email. Okay. 伊人嘅 email. Is responder input 係 verify 是 verify 就是係咪是 verify？ Use no option require send response copi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gn in to Google because we required to sign in because you upload 嘅嘛。So responder input 啦 ，so 伊會寫係咪 email address to send。Okay，我 update 一下。
OK。你都冇需要 log into Google 嚟做。你 actually 我是學樣會 upload to 樣嘅 screenshot 樣 payment 嘅嚇，樣會 upload 嚟講樣就會 log into 個 Google account。哦。啊。有冇 Google 嚟啊？裝啊？冇 Google 係 transaction number，你唔是 required field 啦。哦，我知。OK。所以你係 transaction 樣係叫我一 number 就係咯。我是被 冇想辦法，所以伊人會再講我係 link 住。所以當今 send response a copy responders a copy of the response 我係收起來 so that maybe from there email 伊人會go to edit。Correct. So once they receive it, 伊多下邊嘅 edit 伊個會使第 link again。OK， 當然是會啊，當然是會啊啦，就我想，你 register 啊 ，so 你 register 是阿三laksa，你 register 嘅時候，但係講你備有 payment，你already 甲我講嘛，我再會 expect你 still 會 go through，你會使到啲 note 會到啲嘅 transaction number 會寫講special payment 係咪物件 ，but 你特別我特別 send confirmation 落你咯。成個你本身個三laksa嚟講，你被學你。你就被 arrange 把你 payment 呢，你 go through 上，你被 register 本來會在你 nickname 度一人 attend 係咪個了嘛？特別舊個後尾學你嘅時，你 instead of upload 你嘅 screenshot 還是 transaction number，你就帶學我講special arrangement，或者你 form 嘅 payment，所以你去到這邊嘅時候，正係話 if you unable to upload screenshot of your payment， 你使 type 一 payment number 嘅時，正你寫講from Canada from Canada 三laksa I'll pay you by Go bar。阿John 啊，你 because 若是講伊人無聽你 Q&A，means 講無聽你 Q&A 人啊，伊 maybe 唔知嘅喎。我kasi我 upload 到啲你 information 嘅 page 咯，按照俾段。特別 actually 真少啦，我是講真少。我 already 有教人講 special， 那是你俾嚟講叫人 email 我嘛。我是講當今 already 教人講，特別外國來俾好我類是真少啦，老實講，100%。even 到外國人真係有人多啲，有成個即係保險店呢，伊叫講 ，OK， 我叫我馬下親戚教我學呢。OK。特別我係 clarify 這本呢，到啲這邊。就來梅都50人啊喂。boy，把你個21人。哇，不是快哦！我是其實係去啊，我是頂一禮拜是2禮拜整。冇啦，唔是冇幾日呢。我 email 我是看 OK， 我先寄是到啲我嘅 WhatsApp 嘅 group 為我寄先，然後我看有係咪 adjustment 咪話咪 form 係咪 clarify 係咪物件，然後 then that same night 我就寄 email 出去，然後個幾日我寄 about 即係 recording Q&A recording。So 當然有21人咯，然後那是 that's why 我冇浪費卡咋 ，even though 你是成個三laksa 加你保險店，and 你我能有50space 呢，到啲係 recording session，by 個 recording session，so 你那是俾單特別頭50個人加一節，因為我別講成個客家人節，因為伊 space limited event space，所以人盲單就估 OK。個人嚟啊！一禮拜啊！幾個我條推個我係硬做硬嘅做啊，都知啦係啊。得那就絕對，you know，要 figure out 個見得佢有得 ，you know。Oh, you money 掉，三laksa still owe me money for Chelsea CD 掉，特別我未記下 logo， 所以你冇 technically 冇 owe 啊，你話依個 CD 個10個，我特別把佢除掉。三laksa 人佢有時候人個水鬼 ，OK。所以你就 register 到掉啊！我人家己另外拍水，我already有這個尺。阿 John 介 just 你識，冇你識。個邊係咪問題哦？嗰就係啷講嘅物件，嗰了就係 valid，啷每 question 嗰了就係 valid，然後啷係咪去 register？嗰話咩嚇？幾個人稱？係咪先係事？大家 snack 啊！
recording 哦，哈對，哈。แล้ว有閒食物件啥物？有通食物件supper。成日看數看嘛，食popcorn嘛。對，咱通食唔是，咱食較好料過，特別我嗰時間 review 嘅 menu，你無看到 menu 個嗬，無人會喎，無人會 menu 喎，所以我甲你講，我你愛知啊？係啦，你愛知咪 ？OK， 所以機關稱有通食，拜個錄音嘅時，咱伊蝦米物件咱唔知過，特別伊是成個 supper 嘅啦，成個咱到厝嘅時，我暗暝咱去食 supper 呢款嘅物件。แล้ว咱 sponsor 舊時間甲人講是多謝，แล้ว我特別甲人講係咧，等陣我去吹咧 buffet 物件 ，buffet 物件咧是 I mean of course 咱下面第 number one priority 是咱做一啦，特別我叫物件是較，咱已經到底食邊啲嘅老厝呢款咧嘛，到底你老國老店厝嘅嘢嗬，所以已經是怪特別啊嘛。然後咱食嘅物件呢，滿是特別來毛毛菇起來啊，然後個有得咯，啊，毛毛菇起來不？毛毛菇歡迎，個毛毛菇個有土豆嘅雞。係咯，好，OK， 個土豆嘅雞啊，但毛毛菇黏呢個，嗰個話，logo個嚇，唔個，I think 我學到一個字汁嚟啊，做啲字汁，多你字汁，嚇，嗱協作應該應協嘛，嗱咪 PGHK 啊，未必係 PGHK 字汁，我有 design 我係識教咯。你叫我啦，等我看，等陣個有特別你要講咩？你話土豆係咪？你直接愛放土豆啊？免，白行唔使啊？白行唔使。果子嘢，有人係果子嘅咩嚇？我唔知。係咪？唔係是講雞我諗要 check 雞嘛。dinner 時我咪 check 極嘛，แล้วรู้ใจ是被係 almond 啊，土豆是，你是講一邊啊，係咧，下邊啊生土豆啊嘛，almond 係咧 cake 咯，土豆啊，靠現代化了，開現代化了，咱個老白個了嘛，土豆啦 ，chocolate chips 啦，係咧黑古嘅 old school 嘅，哦，你一條，尿出西啊，尿出西，我是愛土豆，我是個土豆，特別唔知人 allergy 土豆。我都知頭都隻動物啦，咪就變啦。係啦，對。等陣我看 menu 嗬 ，OK， 嚟 proposal， 即係冇100%啦嚇。我講好玩 review 啫。proposal appetizer acar nanas Thai mango krabu salad 豆瓜松柏。哇 good。豆瓜松柏裡面有 Japanese cucumber trio of bell peppers carrot julienne baby romaine mix 咩？mescaline 係咩？mescaline 啊，mescaline 係咩 ？salad 就齊嚟啦。OK， 我唔知咩 mescaline。係經攞嚟上個時間了，一時時間了，buffet 嘛 buffet 嚇。OK，我細，你豆瓜松柏是 separate from the Japanese cucumber， 你但係你是 salad， 你係是有 Thousand Island Caesar dressing honey mustard Italian vinaigrette。Oh, okay. Gherkin, black olive, green olive, lemon, pickle, onion, garlic, confit. Okay. แล้ว湯 Assam mustard green soup 鹹菜湯。鹹菜杯啦，對啦。แล้ว hot dishes steamed white rice， 這是第要見嘅咯，半湯嘅了。你對啦 Asia 就係。Assam pedai fish fillet。Okay? Asam belai. Ayam goreng belacan ke. Asam hair, asam prawn. Bangkwang cha, laju hu cha, bangkwang cha 加隻包菜 lettuce。對，แล้ว action counter, Nyonya laksa, Penang char kway teow counter, Penang char kway gak。有咖喱我自家食誒。我是每日你試白好了，咱嘅聽講試白好了 ，because 伊老實講，我是 go through 試白好了介紹我Citadines呢。
我看到伊嘅 review 咧，我就屬甲伊嘅所在，你又買紅線，大機紅線嘅所在，所以了伊講得嘅話，了我是問伊 ，because 伊舊隻人嘛，我問伊講，我是冇 expect 講伊 food 是成啊，哇 5 star quality，特別一隻就好 ，because 要緊時入邊佢留住嘛，特別伊講伊 food 是好料，伊講。所以我會使啦，唔是講我特別我家己捌去過，所以個有個問會了個就。嚇，你講。Rasa Malaysia chicken satay with condiment, traditional popiah roll, sotong kangkong 魚英菜 Penang Rojak 哇哦，星光茶粒係咩啊？是唔是你頂面薄係個你係頭頭嘅？個 dessert 啊，個 dessert 荔枝羹。荔枝羹，I think 是成個人食青嘅荔枝罐頭喺度生嘅啊 ，maybe 我唔知啊。靈芝羹啦，特別咁，伊寫荔枝羹喎，伊唔寫靈芝羹喎。哦，係荔枝咯，意思講。嚇，唔是蓮枝羹。特別唔是係靈芝喎，maybe I just spell 唔對，啊無就是伊是荔枝羹是成個係你人食青係你荔枝嘅罐頭係生嘅，可能。生個最你唔會一個。Roti kepit ice cream， 耶！你記我咧，係你 ice cream 嘅 roti 啊，我買得都隻件。然後 ice cream 是係切薄當，薄當啊，佢夾條螺絲。個啊，你嘅。我看到 menu， 兩個好食。啊，個等陣 ，assorted fruit platter 桂子 ，assorted jelly and pudding。啊，有嚟 drinks, chill juice, and coffee and tea。未派我講，我看到 menu 嘅時候，我每位即係我你學得人，我講我就驚得住你，是隔了有，伊講隔了有。哇！未擺啊，所浪漫即係未擺啊。如果個佢哋 hot dish 細時講有人現炒河揾咯，是講。嚇，對 ，action station, action counter 對。攏若是捌去過Citadines，攏知講係咧，伊嘅後背伊叫做 courtyard 啦，伊 courtyard 入邊伊 already permanently 有迄個 action 嘅counter 嘅，伊有成個伊有三打咧，可能成個學哥可能，因為佢入邊註冊做好了，因為我若三明白哦，我梗歡喜呢。梗這物件啫。哈，所以我有 question。嚇來。囡仔們是 full price 的。Actually 是咯 ，because 因為伊 hotel 是算人頭，我問啊，因為你唔是頭一個，了伊囡仔本算伊算人，我就學 hotel 上類。都有嘅，特別有嘅 hotel 伊有 kids。我問啊，kids 嘅價錢係是貴佢，唔係講伊是算人頭嘅 ，cater for private event 嘅 catering 嘅算法啦。哦，是，因為呢個是 private event 嘛。講。所以我誒有見頭晚就住梅嘅就是九三字梅嘅就是，人細個我當今做嘅唔是人去參一人嘅 hotel 嘅 buffet 食就。人是家己嘅，嚇，人家己 private event，但我就抌了成，我係 private event 啊，等陣我使協小英姐我家己，所以我決定一頭啊 ，OK 嚟，很有笑係埋聲，OK，alright，so。人家己 private event 人貴咧，後尾咧確一是人家了，實在所以人就俾情調亂嘅帶。哇！你就 OK，人就俾特別去 group photo 咯，人就帶。玩個 badges 咯，玩個 badges。嚇，所以人就俾有人嘅家己嘅即個名，了人哋冇人嘛唔使講就就是係咪佢計落邊嘅佢人唔接嚟肯定。掉本，OK。because 就接每度對，這個是係我做成個 conference 你看到。對，所以人要見到位係咩啊？報名是，等陣 ，I still can edit end of the form，意思OK，是講個嘢唔知有啦，但係嗱我 activate 伊係唔知會我係使去看你會啊未？嗱是我 activate 係特別 maybe 你 already 買過嘢未？別見我知我攏買單人隔了人，我知攏是裝嘅。So far 無我唔係起嚟講話貴人俾單個啦。So 你若是我 send 你 confirmation 用 WhatsApp send 你 confirmation 嘅時，你係等我
但是你冇電話成日3我就用 email，還是攞嚟使甲我講俾假咩物件，攞嚟使甲我講過 before 10月1號攞嚟使甲我講過。Can I know your plan for Saturday before dinner because I might join you for the local tour. Local tour 是拜禮拜 ，officially local tour 是禮拜，拜六。拜六 maybe 我較無影，但係 maybe 未做呢，就你拜六我就被 prepare for 拜六咩物件，所以應該是冇做，安尼就 maybe unofficially 我會使到啲人，你在邊咧學見有一個 WhatsApp 誒 note 叫咩嚇？你在 WhatsApp community announcement 咧，係咪 check channel 啊嚇？你那是有多邊對 channel 咧，我到啲 channel 係想講 ，OK 我 impromptu 俾其他人啉個杯，我係使咁樣講，特別冇 official， 特別拜嚇，咱未講過嚟，咱其實啲 website 拜 sleep， 但是講你隔了未，我是希望人會來啦 ，of course， 但是講人未來 dinner 個未來錄音嚟講，你只激心嚟講。你會使來禮拜我有啥困爸爸了，早起我去食物件，就是炒米粉糕啊，行去吃到老闆山買食叉燒，就食燒飯呢嚇，讓甲即都去出使。了，我人去整了，當然有一個 food map， 了攞嚟使去看咧 food map， 攞嚟使 submit 攞嘅本，我去幾日整咧最勁啊嘛，攞嚟使去看 add 攞嘅 suggestion 本，到啲 website 位，你看這 website 時你使訂得落啊？是去到，我是這邊，攞嚟使 add 攞嘅 suggestion send in your recommendation， 就是講俾到時，我啦，我人行落去見嘅。所以第3日23號，但是你拜六咩未來，真正激心未來嚟講，唔要緊，禮拜，還是攞冇 budget， 138塊冇 budget 嚟講，攞嚟禮拜咯 ，still 有機會，人攤 hang out 啫。特別138塊，可能少你幾個月啫，應該少掉啩。OK，講咩物件會唔會啊？ Good question 啷個了？Citadines 係咪講 Citadines 就好人，在人無 non-profit 啊，伊人我計叫伊贊助人，係咧伊 agree 贊助可能 Citadines， 是講伊名是個唔知個你冇想讀法 Citadines。如果你看我I 改拍廣告。I mentioned。I mean， 咱落我是講我 agree 嘅 term 就是咱落 in 嘅時，咱落我攞出到啲喺邊嘛 ，because 咱有咱佢是幾點9點9 1點9點4點攞出4點正嘛，所以咱攞出咧 in between 咱食啦，所以咱攞出入面我都 announce as a sponsor 咯。So far so good 啦，伊樣 communication everything， 可能成個伊 hotel 即係。policy 嘅啦，滿怪我冇做咯，就你教時間學類定還是你免成講限制到學類啊？北京location 等我看下先，我係小英啊location 是到啲伊嘅 court 一通可能看啫 gallery， 當然應該是。若是講攏行過迄個 area， 攏應該。但伊都講過伊阿伯是愛學類嘅嘛？係咪阿伯？哦，你講北京嘅上面，我講阿伯，但我講你確一，就係未講阿伯個，我講阿伯，我成講。OK，伊Citadines即個 Citadines 北京喎，安裝下啦。嚇 ，OK，等陣，我講啦，我可能確一陣，真未確對確一啊。你緊張啊？確一得啦話。Hotel guest 5塊啊。伊是直到接出嚟啊，所以我等我吹波你不知個諗下，係你 hotel 北京 information 北京 info 攏去看，北京 info 已經或者北京語呢 ，OK， 伊是 per entry 就攞俾每 hotel 物件是攞嚟使 directly 嚟講，我 alternative 可能就是去北到啲 Neo Plus 嘅北京 multi-story 北京哦。哦。然後因為伊家己Citadines北京是真細呢，伊只唔知幾個10個位嘅什麼，真細呢。
So 你看伊 review 1 star， so 你比較細呢位，so 咱去明白伊是想 by entry， 你去看這個你去這 location， 那 per day， 伊講 per entry 啦 slash per day day 是安怎？I think 是你唔知啊，你每樣，咱家己每樣或者北京嘅，我冇清楚咧。伊你去伊嘅 Google Street View 是有寫嘅。By the day， 咱比較濟嘅咯，並冇有了一個long recommend 就是去北Neo 嘅北京哦。貴咯嚇，唔知，你特別 directly 每樣hotel 嚟看咗，係你我唔知。特別地方呢，就是那是你那是當你大 island 嚟講啦，你 better 即 grab 橋嘅。無嚟講白車，我唔知成個定義是人講成個是。接算接出一日本啊，什麼是講你一日，那是你無接出嚟講，伊本是算係你價錢。那是講你一日內面接出攞到，伊就算係你攞到嘅價錢成個是。แล้ว就上個是係你 Neo Plus 本時嚟看，伊 policy 北京包，特別攏家己講得樣啊。I know plan OK。所以你安怎 sign up for 邊啲學嘅呢？這裡安怎 sign up 啊？你同啲嘅安怎 sign up 啊？我係到啲 website 啊 ，WhatsApp 安怎 sign up 啊？即係我係到啲 website 嚟嘅嚇。WhatsApp 我前面讀定，你話這邊 WhatsApp 你去邊啲學嘅 website 時，頂面有冇像 YouTube 啊、Facebook 啊，係點解了？你去看隻 WhatsApp 嘅你訂係你 WhatsApp 嘅 icon， 伊對去 join channel 啦。OK， 邊啲學嘅 channel， 你 join 你邊啲學嘅 channel 咧，我 impromptu gathering 嘅時，我計教你講。Good question， 搞問題，咁樣每日就好，等我看下 check 看。個人問下咩 ？Always New World Park 先了，對。Enrico 問看咱個去 New World Park， I think 無啦，下邊咱咧坐物件，下邊咱只坐物件食，所以我咱嘅位，咱會使去只坐位，免去 New World Park。當時所在就是俗嘛。係啲乜嘢啊 ？Walking distance。哦，呀 ，OK， 咱去排隊哦。誒，但是講我一定嘅人就係去排隊，我個有可能會。yes，嗱，是講啦，到流轉嘅可能會尷尬咯。你去 penanghokkien.com/集啊，不是去 penanghokkien.com 嘅網頁，要當你出一個 bar， 嗰度講Penang ticket sale ends October 1啊，然後 buy ticket 實正訂 ，buy ticket 正會訂了對使去 register 啊。係咩？你媽做咩排隊嘅？你媽做咩排隊啊？你媽做叫 Grab 嘅引擎去排隊做咩？喺個 call 引。哦，你直接包。叫 Grab。喺個 call 引就是咩排隊啦？喲，佢排隊只久，你就係個抓個行嘅，會唔是幾多？係啦，我房間只，我房間嘅kitchen咧，你落問緊啦，50人嚟咩房間我死。咱去嘅落邊嘅嘅落邊。John，你第講哦。你仲計講買 ticket 你頭20個人，還是頭10個人計實力？誒係啲20人未接一房啦，乜咧接一房咧4個內人嚟啲 ，maybe 個人。頭個嘅。所以看就是我覺得就一定是 confirm 啲標嘅。哎呦 ，OK。Special privilege 啊！我係賣出去啊，所以我仲係賣。是咯。嚟 long 嘅 privilege 啊！這個 privilege 賣出去。我 ticket 哦，我賣7,000塊。哇！貪心我就 refund 咯。你所講是 G-Dragon 啊？未使接。Gallery parking in front of hotel is harder to get because Himbus event on Saturday and Sunday. Okay. 特別那是你拜過來啊，好你咪使北掉咯。特別你大知道好亂嘅啦。嚇，你佢使佢嘅 Himbus 直播啊啦。是啦。對啦，walking distance。哈，咁啊，我就愛去咁啊，對。Four season 嚟 bakery 嚇，咱食去邊路啲啊？明哇，
這物件做，我只暑假一所在呢，下邊只這物件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上一起搞啊，啲個 variety 個怪這本，就使你 try 咧三號飯咧會唔會啊？差個怪。阿妹，你只期冇開咗咧，一對波個開，阿妹。OK。喂，到時勁3號飯。三條路福建面嗰邊。哦，下邊。是三條路哈。三條路係咩嚇？龍狗啊，都未記啊。羅點是羅，我就有三條 Pressgrave 啊。係 set 呀，有隻 set in news， 我姨啊，大下邊是阿姑嘅咋，佢三條路講啦，邊。So it's directly right across from him, but the landlord yeah, the place I could redevelop it, I think. Oh, that great land, I think. 你是講一住落嚟，咩是大下邊？伊是大客家厝啊是？客家厝，客家咯。Still correct. 客家厝啊是成年嘅店。店厝啊客家。客古嘅是 just renting 嘅，I think。特別是大啦，伊唔是做成年啊。伊大。哦，OK。伊20年前伊有 lease out 頭前。哦。我那無你使叫邊大？無啦，無之類無 economy 啦。當叫下邊，I think 伊 property key， I mean 樣會做生意，I think key 就濟。伊隔壁 ，I think 伊隔壁是做些個是嚟真係 hipster 嘅位啊，唔知是 cafe 啦，下邊就濟 cafe。但係我看到什麼唔知咩，特別有可能我看嘅 information 有可能無準嘅啦，because 有嘅都對啊，有人來嘅都對啊。OK， End of an era， 應該我細漢嘅時佢隻大鼻嘅，你會看過係你顯巴士波啊，咩是巴士嗰度裏邊嘅。哦 ，yeah，so end of an era。啲 August 嘅時就 evicted 了，我姨。So by the time 咱去 November 時 ，I think 係你會變換些隻啊。哦。OK， 我當然會 add 係你 long good idea 㗎啦，好啊 idea 就是講我會 add 係你 WhatsApp 嘅 channel， 到啲人嘅係你第三節嘅位，so that 讓 in case 那是有興趣會 catch up 啦，你未想對往季節嚟講，你會使去impromptu 嘅 location。OK， 等我靜下follow WhatsApp channel。Okay, good idea. 怎麼計字 ？Copy paste. Use or save WhatsApp follow us anytime. 乜提供？個話咩問題哦？讓我 miss 掉佢咩 question 啊 ？Can I know? Oh, okay. I'll be broadcasting our next food stop on our WhatsApp on PGHK WhatsApp channel。話能 official 咯，當然我 feel 到成日嘅 official。OK， 等我看，攏去 check 看伊個 website 會看到。Follow us anytime. I'll be broadcasting our next food stop on GHK WhatsApp channel. Follow WhatsApp channel. Okay, save. All right. 冇問題啊，嚇。answer 個了兩個 question 咧，嚇，但係是，嗱是講到問題嚟講，寄 email 好啊 john@penanghokkien.com john@penanghokkien.com 是啊，不是佢一邊 information， 而家是做整個即係個即係 episode， 即係 episode 我係幫到啲我 website， 所以人咪去看 refer 先，我使去看啫。但是我冇做呢咧，但是只人唔知，你會個人聽是冇聽到。It got nice coconut shake at Datuk Kramat Road。Ken Ong 講，Datuk Kramat Road 哇人哦，我本來哦，你咁啊頭先。Joe's 啊，伊是講 Joe's coconut 了。你去 at 到啲喺呢位下。
你 recommendation this 當佢你等我問下，健昂啊，你是叫係咪 Joe's coconut 係咪？你講嚟講，我除掉我 add 佢 list，但係grammar 係 coconut shake，應該是 Joe's 嚟嘅。I mean，黑餅嘅你回過啊，行路撞啊把屎，你個行路有加回南部咯。啊，貴學車浪嘅。誒，白拖啊，這是白拖聲嗬，啊無九三字聲，唔是啦，唔是我是。我寫白拖聲咧，得嗎？機關清，哦，機關清，是唔是寫白拖聲？是咩？誒，幾久上南部嚇，冇講隻聲啦。我聽到是我成個，我冇看到就我是聽想到是白拖。啊嘛，got nice coconut shake。93字嘅聲較 sexy。我唔是93字，呢是機關清嘅near Times Square 講。卡路啊，卡路。回本啊，回本。攞嚟使 at 啦，in case 咱 suddenly 卡落起嘅。啊，但是講咱，到見咯。喺你嗰個那些做緊叫到嘅攞塔車。哦，係咩名啊？係咩名啊？我俾 at。係啊，係咩名我唔知喎。我唔知喎。但我寫coconut shake Times Square 我聽，啊是 Dr. Kramat。等我看除掉 Joe's coconut。Joe's coconut。哇，係你 Joe's 咪是你我爸來有喲。啊，我把來回叫到我白丹尼咯，你回佢都係叫咯。特別是唔是 Joe's 啊 ？This one is next to Gamma 嚟講 ，side shop lot。Gamma 名你使除好啊？啊，健昂除好啊咧。等我看看先啦，正有看到即個我 switch 過去，即我吹，我記住講話，等我講，騎我講咩啊？騎。哦，騎，我講騎。OK， 所以呢是 any one of this 嚇？健昂話 Srikaya coconut。Penang coconut jelly tropical coconut cafe kalau ada tu keramat ewo. Asyik what cakap kama? Coconut shake. 是多啊，加碼邊啊是頭前係。伊講 Joe is further down. 伊講 there is one next to Gamma side shop lots. 後面啦，冇後面咩就係。Baby 小未去，等我吹 coconut shake 啊！我能 Gamma 俾你酷。再低個是。maximum 50人咧嚇。我甲佢講過 ，maybe 我50人是人買大人嗰個不嚟，我20個啦，個多咧58啦。我 already 冇買大人啦 ，because so 我甲佢 confirm 嘅 number 啫 ，OK。我俾 some flexible number 嚟講，準嚟講，確定是冇水我家己。等陣我吹。呀，死啦！你破坑噶啦，你破坑。是咩？冇啊，我幾點夠啦嘛。then coconut shake near Tropica 是有 Tropica 哦 cafe 啊。tropical coconut cafe 啊。應該是嘅。tropical 這間我啦嘛。這間呀。Tropical Coconut Cafe，等我看看有了，有 Street View 哦。這是咩路啊 ？Tropical Coconut 對咯，講到Kramat，正等我看看，咱去 Street View 看先正。咁好整啦。伊是叫咯這間啊，Tropical Coconut 啊，這間啊，叫啷？那是看到幾邊誒？這是幹嘛？等我唔知喂 bearing 嚇，這幹嘛啦？嗱幹嘛邊啊？是這間向講我 at 你自己少見到你講就 chat 嚟，是唔是這間？定個 art playroom 嘅樓頂嘅樓卡，這間啊 G99 hotel， 哇！這個價 budget， 那是講冇北京。是Citadines冇北京 G99 hotel， 驚講 yes，OK。哎呀，冇budget 個北京冇budget 就巴啫嘛。
咱北京啊 OK 咱我 add 去咱诶 save 到啲咱诶本来福建诶PGHK20 good thank you 咱若是講有蝦米 idea 嚟講，咱會使去我嘅 website 位未斷嘅 website page 位，正式 send in your recommendation， 咱會使去呢邊寄 Google 嘅 link 給我到呢邊位，然後咱我會 add 入去咱嘅 spot 嘅，然後咱到時去到時我甲到啲 WhatsApp 嘅時間人講，咱會使去訂，按照 sign up WhatsApp。耶！感謝建昂嘅 recommendation。OK， 講咩pressing question. John, no budget can park further away. Take the rapid van. Ha, 對，當見 rapid van 對，伊叫咩 on demand 還是咩？我覺得最近drop off at him bus then walk to hotel. 好呢 service 啊。哈，伊是。可能只朋友。伊叫咩？我頂住 download 啲 app 咯咋？伊隻 app 叫做咩啊？依隻 app 嗱，即叫做咩？Commute 啊，咩？Commute 掉。Commute，依成個 commute 啦，特別依是 KUMMUTE。Rapid Penang 嘅對。係，依是 part of Rapid Penang，依是成個 on demand 嘅可能。伊無得到有 pick up point 是 drop off point。伊 special 啦，伊成日講貴難所在，伊嘅。OK， 60歲免鐳。哦哇！55歲免鐳啊，是60歲免鐳未記。哎呦，50歲幾好咯，我是50歲嘛。55歲第一啦。哦 ，Can park at Brangin Mall or Comta？ 哎呦，回本啊！誒，辦幾咩嚇？巴冰，安尼回3折。有時頭 Uber 嘅。係啦 ，Uber 嘅應啊。I mean Grab。咱個人咁樣計較。迄字條路啊，字條路唔是有一個咩西貢區啊，迄個真出名啊，都知哦。特別無論一般啲字條路後邊啊，後邊是白車還是接物件？接物件就煮菜。哦。一出名咧，咩咖喱糊啊，一個小白。西貢區啊，叫做冇名。古早大去 Transfer 會買嘅餅。西貢嘅去西公園。伊去個西貢去香港。但邊度冇貴啦嚇，但邊度冇貴一間。誒，咪你嗰個貴嘅，聽講半嘢。啊，冇字人得寫啊。了解。西貢單呢個咪我拍。XI，我記錯咧。XIGONG。XIGONG restaurant。Penang Qigong Association。西貢。嗱，有啦，你唔是第幾年？這裡啊，西貢海鮮飯店啊。西貢 restaurant 電話是唔是？這是唔是？Jalan Helang Sewa Missouri Kepong，不，這是 KL。唔是，這唔對，這 KL 唔對啊。這特別上名啊，西貢啊，上東西南北西啊，阿公嘅講啊。等我找啊。自貢區唔是搬前在2條路、3條路嗰邊啊？對，2條路。嗱，你聽我做一隻水啊！伊是係伊是 SEEKONG。SEE 啊，對，然後 KONG，然後西貢區。西貢區 restaurant 哦，那水。對，佢完全咱嘅 common friend 講就貴，伊去就對啦。哦 ，maybe 好嘅人去咯，但 save your location， 咱冇得到愛去嘛，咱就是 idea 係到啲邊嘢嘛。對，然後愛去，想到愛去時去，嗱，安尼看，哦，頂陣咱有看過，頂陣時，頂陣咱有看過。真貴。我係頂 Wildflower Records。啊，對 Wildflower，誒，咱使去吹喎喏。我係你是講會係你 Level Magnet 嗰幾條路入邊。Wildflower。你 Level Magnet 啦，伊就是我係你潮州飯店嗰邊嘛，係你 Flower Records。哦，這間啊，對，潮州飯店都是講 before 紅會前開嗰邊嘅啊。呀。到這間啊，到這間啊。但就有特別，伊把路加開呢，所以 maybe 阿妹。伊把路加開呢。哦，我你 before 紅會前開嗰邊啊。紅前開啊，你除掉係你。6，伊是6號啊，6號，嚇，對，潮州飯店嚟啊。等我 add 伊去先 ，add 伊去，咱會去 support 咱嘅聽
聽種。before 我常會有下面你知有個別店啦，佢拿經啦，不如但係就有個別店啦。你是大陸嘅家手邊嘅位啊嘛？到手邊，到手邊，到手邊個別店嘅啦，不如個別店 food court。哦，手，我那時講話西，我明那是 one way，你看到彎出去，大手嘅嘛？邊啊？彎出去，應該是大家手邊。一關 cafe。left side 是 7-Eleven 嘛？7-Eleven 邊啊？佢嗰邊個別店啦，然後邊 cafe 啊。我知啊，係咧，呢個個別店喺咧邊。有啊，因那邊有個別店啊。7-Eleven OK。一個個別店，一個 food court 對，因那邊有個別店。OK，咱使去邊算嘅咯。แล้ว咱對你 WhatsApp 就對，那是講咱未來，咱就 because 我較就是只head 窗對幫使者，咁佢就continue只咱 WhatsApp 咱甲人講，到路咱去要緊去對一個 WhatsApp group 就對啊。即 WhatsApp channel，WhatsApp channel。咱去今日福建.com 嘅網頁去咧20年嘅位，落來第3日嘅位，我係 follow WhatsApp channel， 第下邊就會記得。可以炒做飯店 CD lot shop 比賽呢。OK。望未記個有布布對啊，幹嘛的？布布要打要打咩？咱都未係。阿里啊。布布你係布布緊到嘛？布布啊，布布卡張要係這裏面要係。幹嘛講呢？阿里布布。Yes。嗱，我是講到馬來西亞教會，你看大唔有即係嗬。Google。人哋出名嗰啲大名 decade 啫啫。OK， 我 add 咗，แล้วก็40年喎。我是上次幾喎？Northern Road 係富路啊，對，我點話 add 咗？落笑啦嚇，諗我我都俾教人講好落笑嘅講笑，就使。講係講話咩？你係叫？你估啊，真係。就使你會叫？你別記嘅。我俾佢這邊呢，你一坐我企，一隻濟人嘛，你知一隻濟人，然後就使一條白車到啲對面嚟，然後我走過去買邊嗬，一頭車講啊，河路啊嗬，行對一車一隻啊，是看，我邊到路我冇嘢跪拜嘅邊。我冇捌做過人嚟講佢。哦，就係河路嘅了嚇，對起車位啊，看到喂，邊度路？有啲邊就一點嘅位嚇，走對去嘅。係啦。哦，對啦，嘅你自己出隻咧。對，我之前咧我打嘢去 Rasa Sayang 嘅度，我 parents 去 Rasa Sayang 嘅時我叫名字嘛。你就話馬，哎呀買出去啦，然後到到很隻，然後咪是你在 Rasa Sayang 是很隻，你第 time 咩個 canopy 嘛。就我唔知7點嘅時，你只係佢哋俾我嘛講擺咧未食 dinner，然後可能9點10點嘅時，哎呀死不對，咁叫佢邊出嚟播，即到名稱嗱，成家這個邊咧，冇啊，即到個邊。OK， 感謝大家，那是講我還沒問題。這個 episode 呢是咁樣關係，人嚟傾偈嘅，那是攞嚟聽 interesting 嘅 topic 嘅，禮拜到啲嚟啊！即係禮拜到底嗱，佢2號是要甲人講，要過嚟啷，琴日走去未斷，那是要緊是有會呼來你50人嘅所在，我未斷人50人，所以個有，咱未必有特別嘅邊呢。OK， 感謝。我不如 concern 你supper 讓 sponsor supper 食面呢？哦，嗱 supper 有通食下面先。你們插讓 sponsor 讓 sponsor 都是特別嘅嘛，係老韓第一杯梗係齋啊嘛。試條落叉米粉硬豆湯。係你個排隊 OK？叉米粉。特別誒，能夠我個 special arrangement 嘅 hotel，because of course hotel 未使嘅 outside food，我個 special arrangement，伊人個贊助人啊，所以 because 特別 outside food 冇 fee 咁佢談嘛，啲贊助人所在，所以贊助人，所以即特別誒，我唔係個人講係 missing 個 secret 就係，แล้วลอง我係時間個人講，แล้วลอง要緊ลอง嚟單去，你要入門，特別有單。你會單是
WhatsApp 好路，还是 email 好人，然後揾看你單，讓介紹接落 email 時。OK， 感謝大家。所以若是講讓為等嘅人要緊看咩去買單，我是舊家10月1號，當然想起來是真久個啦，特別如到 actually 是4月節頭，3月節是4月節，當然是6月嘛，7月、8月、9月，4月節。4月節就咩？了個學單，若是攏愛 book，攏看咩 book，because 你都會使 cancel 嘛，所以你無定掉，冇你知個啊其實愛看咩去 book，因為伊 hotel 較好房間唔是有限了，所以人特別去 top lobby 先問講我無同啲啊。OK， 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過。若是講我嚟講，我 confirm 伊 menu， 若是講我嚟我使下 menu 到啲一個 website 裏邊可能知啫。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感謝大家參加起來陪我到啲 WhatsApp 嘅會，咁我嗰邊啲人咧線，然後個了我人 Clubhouse 嘅朋友嚟陪我到啲一個 Clubhouse 嘅會，大家感謝。希望你話咱啲濟人啊，咱就是講一邊嘅人嚟聽，人嚟到啊，到咱就差唔多每冇大啊咯，咁唔看咩去聽，我呢個記錯就咱老人個，老問單咧 OK， 等我再看看個 during recording 嘅時候有人 book 哦，等我看，有咯，但係是一間嘢咯，阿你 Enrico 後尾嚟啊，所以全年人個啦未 book 過。會記啊，尤其是聽錄音出，如果那是當今聽嘅人咧，如果未 book 咧，就危險，因為我八一隻幫出去時都是 live 嘅人聽到嘅人是較少人嘛，但是我八一隻幫嘅時都個人都會看到啦。會 book， 係咪 book before Sunday？OK， 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拜。頂一禮拜冇看 episode 到這邊sorry 冇新嘅 topic 即是講我哋傾留咗了，訂看訂聽，แล้ว是要緊去這裡เป็นในhokkien.com/20去買落單。誒，都 stop 嗎？